听到啊？真正是有人继续上顶土大龙啦！你马上给我切吧！加油啦！再会啦！你在这放的哦？你这死老头，你真命嘛？你要讲唔讲？唔讲你要干什么？这老狗，你搁真硬嘛？我都唔相信你有硬的。我警告你哦，你就是有人话对无？你劫走武器，就是要进行武装暴力，推翻政府，对无？你这死老狗啊！阿伯啊，我甲你拜托一下啦，你武器也找无，我都会找放啊！阿伯，你甲我拜托一下啦。下死下贱！大人的民主拢有你写了了，唔讲就莫讲，别领大声声。你唔讲，你讲，你来讲者，你放者。啥个拢唔知影。讲讲！你讲啊唔讲？也唔知影。唔知影啊！讲！讲唔讲？我都你滚！你做啥？你念念？讲！我表师，你练过个水，练过拳头的，敢要互拍两个？我袂敢的。我就是去搬武器的人。我问你，有人会洗做三款，洗啥名啥？做啥物生意？在倒位？你滚！你有讲考过去咧？你讲赶快死路一条，你念念？讲！我讲，有人会真正是，就是你换囝兄弟高正海啊！别你好！素芬，阿姨，你来啊！恁阿爸有要紧无？你也知影，这款代志规砖头拢嘛知影，有要紧无啦？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佫有公理。阮阿爸一定平安无代志倒转来。我相信恁阿爸一定平安无代志的。素芬，阿姨今仔来吼，是有件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阿姨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？阿姨都安尼想来想去吼，想讲你甲启明两个吼，实来讲实是无输配啦。你遮尔水，遮尔巧吼，你若嫁启明吼，好亲像一堆好好花吼，插喺牛屎巴共款。素芬，阿姨是真正替你想，为你设想的。我想讲吼，无恁这大婚姻吼，回去耍耍咧，改度婚约，好无？母啊，你是咧创啥物啦？是啥物人讲要解除婚约啦？无你的代志，我会处理你。母啊，我无爱啦，你安尼随便替我做主，黑白讲话，我变成直接甲素文放咧，无管啦。你听你老母的话，我若捌发生这种代志，确实连累到你，阿姨会可能受到你。做人哪会这现实啦？我唔管，母啊，我解素文，我要传素文啦。呀，你靠你公民的，政治犯你惊你也敢相信？哈？你哦，安那死都唔知操心啦，赢啦！母啊，素文，赢啦！素文。找阮头家要创啥话啊？我毋是要来找伊，我是来抓伊的。上阿边啊！上！起来！头壳要拉起啊！我跟你混。无啊，头上，你是啥物态度啦？
昨个报名传一个人，弄我房间大声声，你接唔接我啊？你讲啥子？你看，你住下。大佬，你想我甲穿网来啊？你枪支是无洗目睭的哦，你卖点小情形。你在吵啥？我来执行公务，你欧袂来你啊！好，我问你，我反对是啊，你竟然对我反面无情。哎呦，是什么代志啦？青海啊，到底是出现什么代志？谁让日本警察要来抓你啊？大家听好，上可靠的消息，正是伊都是大十个摇人会，我即摆要逮捕伊几人。摇人会，我是摇人会。你起大一段笑话，将团队头又给我叫来，我要叫你安怎解释？唔免，你免靠势，你甲听你个交情好。伊若知影你就是摇人会，赶快来清散。是他佬，你良心是叫我无其心嘛？青海是你家己的兄弟呢，你啥人会对伊做这款代志啊？我这是大义灭亲，为了执行公权力，为了扫除危害社会的摇人会，为了咱大有的日本政府的治安，我不得已来牺牲家己私人的感情。出来！你卖啦！你做啥？大佬，大佬嘛，阮青海家己嘛叫摇人会害啊，遮尔惨，伊家己要哪有可能去变成摇人会呢？你会甲代志吵清楚，免使安尼乱抓人啊！是啦，孙早代理啦，阮甲你磕头啦，我甲你跪啦，我求你，请你放阮青海啊啦！大家讲，紧个，你紧甲代理跪，请你放阮青海啊啦！大佬，算我甲你拜托啦。唔免，我做代志公事公办，铁面无私。你甲我开3暝3日，嘛是无？哎，青海啊，青海啊！我是反动的，我唔是啊，我唔是啊。老大，我是反动，你帮我转去啊！别讲遐济，快点！老大，老大，你帮我走，你唔该挂在这，这是要带人的。哼！老大，老大，爹爹，咱两个是我爹。我听，我你下身啦！你要差点啊，互你害到是切棒。咱平平是人啊，你真正残忍残害家己同胞，你良心何在？良心，个人伸手摸心肝。你因日本每日家人讲，佫是安怎对待你的同胞的？生起来，我甲你半斤8两，牛卖笑比无尾，你等你清散！我，哼，刀上，哎呀，原来是吼，鼎大名高老板，我叫米姑的啦。我是好表菜啦。好名使，想要讲呢，咱这小小老百姓吼，会当甲这大好野人吼做工体啊。会当甲这鼎鼎大名，义剑玉兰花怪斗阵，出嘛足光的。我不是你的朋友，我是玉兰花啊！我绝对不是玉兰花，我不是啊！我是蛤蟆，我不是玉兰花啊！玉兰花啊，你向吼拢真尊敬你，你莫遐欠伊啦。来，遐坐啦，遐坐啦。这垃圾是要哪坐啦？你袂记甲恁朋友头路讲者吼，甲恁兜吼迄顶红棉床吼，搬来互你困啦。我同你讨话。什么啊？头路甲青海兄掠去哦？吼，一定甲你换点仔兄弟也唔放过哦。就是啊，我看伊根本就是抓袂到真正的凶手，我才规个拢落来青海。廖三，你互我拜托一个，陪我走一逝，来去甲迄个船顶厅长求情，看伊会当放阮青海出来无？好啦。哎，你嘛较差不多诶，我袂顶当你一支骹毛咧。你看你即摆这样，历史恁爸甲你拍到偌凄惨诶！我出去，我都快忍受啊！我这要死！拜托你，叫我出去，我带我出去好无？大老三，唔通安尼啦！无你嘛带人搁过去咱的兄弟仔住，我拜托你，我出去好无？你嘛较拜托诶，你莫伫遐牵拖啦！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乖乖甲我合作，是真甲我讲出来，
你若讲出来，我心情爽，无定着大发慈悲放你一条生路。哎呦，我巴肚里痛啊！我规身躯拢胃寒起来，头说我肚里，我伫内面帮我食袂关系，我困袂好势，我这暗时起暗时，呀，明明是要甲领地甲死嘛！哈！你掠准你咧大风宫哦，我掠到你这哦，真正有够有女婿。听讲你掠着高青海，我来了解情形。报团长，我拄好要甲你报告，你就来啊！阿兰达，靠我意思哟，那只一暝一日尔，你规个人就安尼消散落吧。做怎样？廖生，你总是来救我，你总是来救我。小警巡查，来，你是有啥物证据，通我证明高青海伊就是叫人花？报团长，我这人吼，一向有几分证据，讲几分啊话。证据啊？啊，你当初落我是叫人花的时阵，敢有啥物证据啊？这回无共啊，我有认证，我即摆是秉公处理。你凊彩讲讲，你根本就是想要消受我，你们这个世界要害死阮啊！大家好，小姐，你莫凊彩讲讲的哦，你若讲出来，查某人的面子下落地呢。我知影，我若甲代志拢讲出来，你头路会真无面子。但算讲我的面子嘛，规个都爱下落地，所以我拢一直忍耐，唔敢讲。但是代志即马到这个地步啊，我实在是无法度讲有遮多啊！什么面子，什么名声，拢比袂过阮翁的性命更较重要。大家好，小姐。走啦！报告厅长，代志的结果就是迄天，我感觉人真无爽快，我特地要互我家洗一下上久。休困一下，谁知影就伫迄个时阵，他老伊来走入我的房间，一直对我叫，一直对我叫，你这死阿婆是你啦！阿洛，我若是你，我一定认为有一个查某咧正是阮某，最后竟然是你！这款代志你要安怎解释？报告团长，我这……抢人的某，害人翁婿，这款下死叫钱的代志，你也做会出来？团长，我就抓啦，我若天照打我嘛唔敢，迄是个犯人后面故意讲的啊。团长，你会使去查？我当然会去查，也毋过为即马开始，你这个巡查也免做啊。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青海遐救出来。办法？那你还讲什么办法？你看我以后跟伊老公啊，传你同款放人，我唔知伊是要藏到什么时阵啊！你爱相信我，我既然讲过要甲你斗3工，我一定做到到。真的哦，廖生，你实在是真有义气，算阮青海无白交你这个朋友。大家讲，经过这段代志，我有一点仔感想。其实，你真爱你先生，敢毋是？所以，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。我认为，从今以后，你无应该伫感情内底一迷不悟，应该赶紧把过去的代志切断。这摆，青海呀，也是平安倒转来。你更应该好好嘅珍惜，好好甲伊斗阵。若无，林刚准若失去伊的时阵，你反悔都袂好。你讲的我拢了解。这届青海一出代志，我的心肝内就足惊的。我惊阮规个厝咧就安尼毁掉去啊！我到即摆才知影。青海也是阮厝的良条，伊嘛是我生命中真重要的人。
梁三，只要你会当把青海救出来，我保证我会听你的话，我永远拢袂搁再甲你勾勾甜啊！我看开期吼，来去劫夹啦，把美姑含好标仔哦，拢救出来啦。你感觉安怎？也无咯吼，用咱手拿遐火药哦，来去甲遐干到断断的啦，百火烧烧的啦，安尼上好啦。哎呀，啊你毋着讲话讲，袂个搁等落去啊！美姑甲好标仔明仔中昼要互清杀啦。我毋是无想要救因啦，我只是认为吼，咱应该做咱吼能力做会到的代志。剑甲不比劫武器啦，嘿，家口内面的围墙哦，遐尼悬啦，日本警察啦，比加州搁较侪啦。你真是叫是咱有通天的本领，我甲你讲啦，咱两个去啊，同款是白白送死啦。那照阿兄安尼讲，我只有行上尾一条路啊。什么叫最后一条路？世事无是好结啦。地震就是英雄啦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叫咱女哦，做人想要超过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这个八分点要好啊啦。等我这个八分若好吼，你就甲我转来手里刮去啦，莫搁做过咱伙啦，有听无？阿兄，我敬你一回，我因为有你这个阿兄，感觉真公平。你是咧讲啥？我要感谢阿兄。我这个机会继续给咱会，伫这段时间为台湾人做一寡代志，这是我一生中感觉上公平的代志。我这世人已经无什么怨叹。喂，干爹，你别走了，干爹。你约我出来，是毋是要甲我讲阮阿爸有好消息？会用安尼讲啦，等于是好消息啦。恁阿爸吼，较快就倒转来。真是嘞，阮阿爸真是会当平安倒转来。一切拢过去啊，袂阁有代志啊啦。叫啥？你伫咧想啥？无啦无啦，我是想要讲，我想要甲你讲，啊对啦，你家己爱保重哦，啊家己爱照顾家己，后摆。今仔是安怎啦？哪会变甲遐尼啰嗦？敢若亲像你要去种远的所在咧？啊对啦，克明恁老母坚持要退婚这件代志，敢真是无办法挽回哦。你希望我挽回哦？我是伫想讲，其实克明人真老实啦，伊对你嘛真好啊。哈！克明伊若要遐尼啊现实，我若发一个出代志，伊若马上讲要退婚，就算讲我甲克明偌速配吼，我嘛共我袂回头啦。迄是克明伊老母的意思，啊克明本来。你莫搁讲啊啦！你嘛明记知影，这件婚事本来就是阮爸母做主，也毋是我愿意啊。你即摆搁讲这种话就伫咧逼我，你是什么意思嘛？敢讲我叫克明，你就欢喜啊笑？毋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袂放心你啦，我是烦恼将来你无一个好的归宿啊。你即摆搁讲这种话，你今仔是安怎啦？讲话哪样尔啊奇怪？你即摆搁提起克明的代志哦，我都要生气啊！你无爱听我就莫讲啦，吼。素芬，你足水，尤其是你的目睭，我要甲你看深照，将你的形影永远拢记在我心肝内。
拍过来嘞！孙查袂当做，莫做一个新郎，也做甲互我抬头。报告台长，我愈甲吼足过来咧，连一个加抓赛吼，我也无放伊煞。哼！这路涂骹。无啊，我闲闲无代志咧做运动。头路长，你的汉名叫金头啊是？金头阿兄，我是咧想讲，你伫遮红糟蹋，你敢无想要讲转去故乡去种田？廖啥？你来是有啥物代志啊？陈连厅长，你这间办公室阁布置了真文雅。多谢多谢。我落乌啼霜满天，江风起火对秋眠，姑苏新月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倒曲旋。啊，好听好听！哎，想袂到这四野行会用唱的啊！使人感觉到这汉人的文化实在是真优美，真丰富啊！无毋对，汉人的文化是真丰富，嘛真优美。但是伫台湾的汉人，却是世间上怪悲哀的民族，在人欺负，在人徛，一点仔尊严都无。廖查，你今仔日来，敢若是有啥物目的哦？应该讲，我是有准备才来。今仔当你的面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讲互你清楚。恁伫外面一直抓袂到迄个玉兰花，就是我。好，你就是玉兰花，我连甲我想共款。陈连厅长，我手指头啊，轻轻安尼叼一下，你就随无命。玉兰花，你莫胡白人哦！你敢点你？陈连厅长，你免紧张啦。我今仔来的目的是要治你的命，我来的目的是要救出陈虎标、红眉姑、高青海因遐无辜的人。你爱我安怎做？随甲因三个人带来遮。我看咱的时间到。老大，我家己行好啦。二句诶，黄泉路上有你这个好朋友哦，袂歹。老大，我无爱死，我是冤枉的。啊，你是咧惊啥啦？有啥物好惊？20年后，同款是一条好汉啦。老大，我完了呀！我是完了呀！刘嫂，对，小天啊，那这是。我今仔有一件代志，要甲恁讲个清楚。我就是真正的玉兰花。恁外面看见遐武器，就是我劫走的。而且伫外头，迄一件一件，互恁头壳疼迄案件，拢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但是因三个人，甲我玉兰花一点仔关系都无，请厅长帮忙倒转。把钱仔放开。嗨。厅长，
这是我第2摆无谈你，安尼总会晓相信我。甲伊两个嘛放开。哎，还阁有，我要厅长答应，从今以后，别个阁伤害因两个人，含因两个亲情朋友。我答应你。青安呀，哎，麻烦你过来。 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，以你甲厅长的交情，我想要拜托你做一个证人，证明厅长拄则答应我的代志。刘三，你用你性命来交我，这代志我一定要斗相共，一定要斗相共。免啊！我传言原来是讲话算话啊，免你伫咧遐怀疑啊。安尼上好，厅长。 因两个人身体嘛较虚弱，麻烦厅长派人送因倒转去。好，照伊的话去做。来，对啊，又啥？对，又啥？阿走。 爽文，阿爸，这是你，阿爸，你倒转来。阿爸倒来，阿爸倒来，你免惊，免惊。奇怪，恁两个拢平安无代志。廖三无骗我，伊甲我讲你今仔一定会倒转来，果然是真实的。廖三呢？廖三哪要跟你倒转来？今日拜一个公妈，你这边吼会当平安倒转来，拢是祖公祖妈有保庇。以后早暗3炷香，千万都唔通失公妈的礼哦。少干你啦！来，咱坐一歇困。迄家落来底吼，袂像咱治疗共款啊，根本就是人大。我伫内面哦哭2天，我唔破病，我嘛知破病。好啦，莫气啊啦，我来去芳心仔汤互你啉，哈。总讲一句吼，以后他拢啦，传电遐人吼是袂用个教啊啦。咱伫咧伊的身躯开遐尔啊侪钱，结果咧饲鸟鼠夹布袋，害你上惨的哦，都是因啦。我这查路有够本事，有够苦啦。来，这心仔汤哦，爱趁小啉哦，甲你补一下哈。哎，若讲到了啥吼，我真正就想无啦。谁也想袂到我已经是个大杂货玉兰花。哎呦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哪无小心啦？青儿，你讲廖三是玉兰花？你哪会使骗我这么久？哎，依然我着你骗啊，莫讲是你啦。啊，你是咧哭啥啦？难得。我知啦，伊是受惊着啦。这也无怪啊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咧，来往遮尔密切，想袂到我伊竟然是一个通缉犯啊！唉，假使讲哦，伊若要对咱不利哦，咱嘛无伊法度啦。但是好咧，较知代志并不是安尼啦，伊颠倒吼，甲我叫出来，你知无？伊去自首，一命换一命，伊将我抱出来。我知啦，我会记得伊捌讲过，
伊讲伊会想办法甲你救出来。安尼我就真的是想无安尼。玉兰花上较看袂顺眼的，就是亲像咱这种甲日本人交陪好个人。啊，这边伊是安怎要搁解救你？我想，伊是一个男子汉，敢做敢当当啦。咱两个笑，一笔一笔，互我算清楚。你害我强当作摇篮花，斩甲假死；你害我当一个孙贼、鹿头家、少变数，还佫有叫我千百，叫我千百。摇篮花，你心真正有毒的哦！我看你要安怎死。卖酒，卖酒啊！你给我笑！不要你别哭，我哭无话使。我问你，你陪武器在什么所在？讲。一切拢是我做，一台要挂油在你啦。你免问啦，开门你嘛问袂出来啦。你，讲！我袂你也紧死，我会慢慢来甲你认定，叫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嘿！你甲我讲啊！你哪来是咧创啥？你那目睭内面敢讲黑花心？啊，卖啦，别讲的啦！我偷鸡物件，我是我偷鸡物件啊！我偷鸡物件，伊就起来啦，莫要哭。这死无良心的日本警察，头家无爹娘，就咧甲欺负。平讲吼，遐日本警察，若是我人，伊若爱啥物件吼，你着顾在伊，莫甲伊大细声，你知无？你滚！无路用来干啥你？我毋是无路用啦，即马状况无共款，大叫也关啊啦！我看你去保存3万来向走，你家己就好拍算。你讲啥？头家有掠去关？你讲啥？你讲啊，头家啥人掠去关啊？我讲啦。你讲。其实大的是靠你大摇摇来回啦。你是讲？大摇甲我讲希望你将伊放袂记。我来感觉看头家，你给我放开啊！阿妹，你唔要去，大伊讲哦，你即摆啥物人都无要去，你去嘛是无效。大家为着要保护你，我连累你，伊叫我绝对袂当互你去看伊，你袂使去。头家对我遮尔好，伊一定对我是有情有义。阿妹，头家搁来讲，叫你保存个小姐姐，存的钱你收去，叫你赶紧离开这所在。不爱，我不爱伊一身苦哩，我只爱伊平安倒转来就好。你讲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两家讲，讲阿文，我一世人袂嫁别人，我要等你回来好无？阿文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头家讲啦，你句话也无人，我拜托你啦。
你什么时阵出来？我甲好表仔向放出，毋过点滴甲强掠入去关。什么？你讲啥？添丁烟咯？点滴我伊要救，伊家己走去警察厅自首，讲伊是强人会。想袂到伊会行这条路了。你莫怪哦，莫怪你讲伊走来遮甲啉酒啦，原来已经有一种决定了。对，我甲好表仔向关的时阵，我毋敢求你出手救，啊，对，拜托你，我即摆的心哦，都袂出敢若占那位。当时若毋是你叫我去关伊爸，叫伊来做药人会，嘛袂今仔日这个场面。对啊，你着爱想一个办法。我感觉我绝对不起伊，你若无去救伊，伊爸面爱死的，大海。大海啊！讲，回武器藏什么所在？我跟你讲啦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有啦。你是爱的嘴，这准备要食过了后，看你敢甲我一吹一记无？有人会面，向话一刀，那你会是以为，你到底是不是真正有人会？真正有人会啊！你永远听袂到。你甲我讲，到底有几个有人会？有人会大本营在倒位？甲我。在倒位啊？我甲你讲，伫每一个台湾人心内啦。心内有一个足水、足香的摇篮花。啊！免惊，阿爸食，阿爸食。我忘记了啥，规人靠30岁，为我才一直交过。阿爸，你敢要死啊？袂啦，素文啦，人咧讲民望吼，甲事实倒变，知影无？哈？阿爸，我足惊，我永远看袂到伊是安怎。好啦，免惊，安尼啦，阿爸吼，明仔载陪你来探监，吼。时间无济啊，有要紧讲。廖嫂，素文，我是素文，我伫遮。素文，廖嫂，素文，我是素文。你目睭是安怎？你目睭无看到啥？廖嫂，是你应该行的。我即马吼，啥物拢看无。但是无要紧啦，规日吼早晚拢是爱死啦，无啥物差别啦，无要紧啦，吼。一个好人甲你相甲呢，谁人迄个国营，谁人迄个劳动？廖嫂，你自早就决定要牺牲你家己，你啥人不甲我讲？是我叫我知影，你敢唔知影我生活咧足艰苦？是啊，廖嫂。你甘愿努力，家己一个人的性命来换阮三个倒转去？你若真是人咧死，你袂叫我这个好表仔，一世人一点袂当安心是？阿伯，唔通安尼讲啊！死哪有算啥？一点仔都无感觉可笑。
而且我是用我一条命来换3条命啦，我感觉真有价值啦，哈！阿妹，你安怎？你来哭来？唔好哭啦！你看我即摆真好啊，我心内嘛感觉真平静，对无？我紧，哈！我是靠讲，我一世人也无这个囝婿，我会怨他一世人。刘少，我早就甲你当作你是我的囝婿，这并不是讲你我因来替阮，是我好命，清清楚楚看出你的做人。刘少，为着我过去对你的误会，我深深甲你话实嘞。刘少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吼，我承受袂起啦，吼！赶紧的，今朝做文离开遮，恁已经看到我最后一面啦。无要紧，我真好啊，对无？真好啊，紧走。什么最后一面？我袂你死，刘少，我袂你死，我袂你离开我，我袂你离开我。素文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袂去照顾你，我嘛袂去到你的身躯边好好来陪伴你。我袂听你讲这种话，我绝对袂你死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，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无路用的啦，无需要做这款无路用的牺牲啦。好，阿妹，你带素文离开，你嘛知影这毋是好所在，后摆莫搁带伊来啊！我袂离开，我袂离开，走啦！你这么把救你，走啦！走，我绝对袂离开你。走，你走啦！走啦！刘少，刘少，刘少，刘少。你想怎么说吧？是啊。我做咩？哎呀，你这么晚来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这个头路上敢无这个？伊有伫个啊，啊是安怎样？长青兄弟哦，我认为头路上这头，你无应该过来重用，影若无会互你家己啊，惹真济麻烦。小鸡孙子，嗨！你秘来秘去创啥？你先过来，甲青海兄下一下息嘞。青海兄，无高大，是的啦，请你原谅我啦，我还唔敢啦。头路上，你就足乱来啊你哦！我你行啊足凄惨的，迄工啊，你真正失掉，我去捡到下骨衫，甲这下无都好。你哦，你真正是生鸡卵无，放鸡屎有啦！为今仔开始哦，你去鸡寮扫鸡屎。兄弟啊，出去。嗨。有人放火！有人放火！放火！